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过来我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明仔载就是教师节，咱先祝天下的每一位辛苦的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古早人讲有状元学生，无状元老师，这应该是老师较顾谦，认为教出来的学生成就应该比老师更较大，名师出高徒。若是讲到无老师咧看教的学生，学生可能就会走精。所以人咧讲，牛爱灌片，人爱教师。先生不在管学生唱海反，这拢是讲到老师的重要性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永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永伟。明仔载呢，就是新历9月28教师节。你敢知这教师节有啥物款传统的仪式？另外呢，甲老师有关系台语俗语有啥物？今日唠台语讲新闻，请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路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教师节，爱感谢这老师台语除了叫做老师以外，有人叫做是教师。另外呢，有人讲做是先生。这先生哦，除了叫做是老师以外，嘛是表达对这有专业的人。亲像是医生，有人叫做是先生。另外，伫日本的内底叫做老师，有人叫做是先生。讲到这教师节是新历9月28，9月28这天为什么选择这天呢？因为这天就是这孔子的这生日。讲到这孔子的生日咯，所以讲伫教师节这天，伫全台湾无共款的这孔子庙内底，拢会举办这祭孔大典。这祭孔大典内底有啥物款无共款的仪式，无共款的活动？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有这办这智慧帽，因为呢，伫这祭孔大典内底，咱会请这牛来到庙内底来拜拜。这时阵呢，咱大家伫拜拜了后，就会挽这个牛的这毛，挽到一个部位呢，挽这耳啊，还有这目睭，还有目白。为什么选择这个部位呢？因为伫华语内底叫做耳聪目明。另外第二来看卖，就是过这长安门，过这崇安门，这聪就代表聪明的意思。第三来看卖，就是爱食这智慧果，智慧果呢，就亲像是这素的这智慧果共款，因为食落去了后，就会互下生囡仔变了更较巧，更较厉害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有人伫即摆时阵，伫祭孔内底，嘛来种这树啊。为什么要种这树啊呢？因为这华语内底有一个词叫做是百年树人，就代表呢教育这件代志需要100年，需要10年的时间，就亲像教育囡仔，就亲像种树啊共款，爱好好栽培。另外来看卖，讲到这祭孔大典内底无共款的身份，另外呢，亲像是表演乐舞的人叫做是乐生，那是请人来上位来迎神的人叫做是礼生。另外，弹这乐器的人叫做是乐生，有人叫做是歌生。讲到这乐舞哦，分作是六乐舞，还有这八乐舞。讲到这六乐舞是36个人，主要是拜这诸侯；另外八乐舞主要是64个人，是拜这帝王。为什么有这两个差别呢？主要就是身份甲地位无共款的差别。若是拜这个孔子呢，拜这个孔子的时阵爱跳六乐舞，还是八乐舞，其实有无共款的讲法。有的人认为讲，这孔子的身份应该跳这六乐舞。毋过，有人为着表达对这孔子的尊敬，会跳这八乐舞。好，讲到这老师哦，老师嘛一寡台语俗语，今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有状元学生，无这状元先生。意思就是讲，真侪学生囡仔表现拢比老师更较好，就代表教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另外，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先生无伫管，学生搬海反。意思讲，若是老师无伫个教室内底，真侪囡仔就会来造反，就会吵吵闹闹，就表示讲老师伫教室内底嘛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三来看卖，就是名师出高徒，还有来看卖，就是牛爱看片，人爱教师。若是来控这牛的时阵，就爱甲这线穿过去的这片啊。另外呢，这牛就好好听话，乖乖听话。若是人爱乖乖听话，就爱为细汉的时阵好好来教育，嘛是讲教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另外来看卖，就是这先生缘主人福。拄则有讲过，这先生除了讲是这老师以外，嘛有讲是医生的这意思。所以讲这先生就是讲这医生，若是有病人哦，破病的时阵有缘，拄着有缘的这医生，就是对这病人是一件真有福气的代志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问神对唔对，看先生就食药。意思就是讲，真侪人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就去庙内底来问神明、问代志。毋过你若是破病的时阵，拄着好的这医生，食这药啊，嘛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好，无论如何，明仔载就是教师节，而且祝这全台湾、全世界的老师教师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